北京时间8月12日，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巴黎法兰西体育场举行。本届奥运会，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40金、27银、24铜。这一成果不仅彰显了中国体育的强大实力，也展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和团队合作的力量。奥林匹克精神永不落幕，